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9月3號星期六，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63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3700萬。咁由於上一期嘅頭獎係冇人中，所以有累積多報獎金800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55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就係今晚嘅兩位鑑場嘉賓。咁佢哋分別有蔡德星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明德兒童體育中心主席何志慧女士，歡迎晒兩位，一齊了解下受惠機構。明德兒童體育中心成立超過40年，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前兒童提供英語同埋粵語嘅早期介入服務。受惠對象包括不同種族嘅華語同埋非華語兒童。中心因應兒童嘅個別需要，制定教育服務，包括評估、早期介入小組課程、言語治療、職業治療、感覺統合訓練等等，亦都提供家庭支援與輔導、學校支援兒童發展訓練等等。咁除咗灣仔服務中心，北角服務中心即將落成，以配合社區需要㗎。咁詳情呢，大家可以瀏覽該中心嘅網頁，又或者係致電28496138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63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2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2。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8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8。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第四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9號，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19。第五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5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45。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5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5。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33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33。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搞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2號、8號、12號、19號、35號、45號，而特別號碼係33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或者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如果中獎細蚊注公佈獎金係超過500萬嘅，所有現金投注或者經由電話投注中獎人士，請你致電1817向馬會登記，而登記時間直至聽日下晝5點鐘。咁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兩位鑑場嘉賓，多謝晒兩位。喺度提提大家，由下期開始，六合彩攪珠將會改由無線財經體育資訊台85台播放嘅。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啦。喺呢度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一期喺85台再見，拜拜。
六合彩將會轉到全新85台播映，好運繼續來。星期二起，逢攪珠日晚9點半，全新85台財經體育資訊台。